世界上每一樣嘅事物都有佢嘅用處。今日劉老師會介紹一下圖書館裏邊其中一類圖書，叫做應用科學圖書。今日劉老師咧就想介紹一啲實用性嘅圖書。原來有一啲書咧係特別有用嘅，就好似呢幾本啦。有咩用呢？睇完之後就可以教識我哋點樣去照顧屋企嘅小動物，例如金魚啦，例如兔仔、狗仔、貓仔。呢啲書咧都係一啲知識嘅圖書，我哋會叫佢做應用科學嘅圖書，即係用得到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嘅，就叫做應用科學啦。今日我哋介紹其中一本啦，呢本書叫做《狗狗小百科》。我中意呢本書嘅原因呢，就係內頁非常之精美，將狗隻嘅線條外形影得好靚。好似呢一隻惠比特犬，你睇下佢而家係跑緊嘅姿勢嚟噶。原來呢一隻狗呢係好犀利噶，可以每小時跑60公里咁快啊！但係呢，性情又溫和嘅，對主人呢都好忠心噶，所以係一個好好嘅陪伴犬嚟噶。以佢嘅身形同埋跑步嘅速度啊，仲可以成為一隻保護犬添啊，保護主人啊。可惜喺香港呢就比較少人養啦，因為佢嘅體型實在好大啊，仲要好大嘅地方咧俾佢跑步添啊。如果同學對呢一類嘅圖書有興趣嘅話呢，可以嚟到呢一個書架，就係 N16第2格啦。我哋圖書館呢，每本可以借出嘅圖書呢，都有自己嘅屋企嘅，所以呢就唔可以亂擺嘅。嚟呢一格N16-2呢一格呢，就係擺咗有關飼養寵物嘅圖書嘅。而同一棟嘅書架 N16-3-4都係關於一啲家事常識，譬如一啲家政啦、烹飪煮飯啦、育兒啦、執嘢啦、整理屋企啦，都會喺呢個書架嘅。而其他嘅書架，例如呢兩排最大排嘅書架，就係擺咗小說故事啦。右手邊呢一啲嘅圖書架呢，就係擺咗知識性嘅圖書嘅。簡單嚟講，圖書館嘅左手邊書架就係擺故事類，右手邊嘅書架就係擺知識類嘅圖書。咁你入到圖書館要揾書嘅時候，就會容易啲去揾到啦。而書架嘅上邊呢，亦都會睇到屬於咩嘅分類啦，咩嘅地址啦，咁就方便同學要揾自己想揾嘅圖書啦。每一格呢，都有清楚顯示咗屬於咩類別嘅圖書噶啦。同學多啲嚟圖書館揾下自己想要嘅圖書，好快就會掌握到圖書擺位嘅方法啦。如果你細心留意嘅話呢，其實每一格嘅圖書背面都會貼咗一個顏色標貼。呢個顏色標貼呢，其實係幫我哋呢係方便分類。如果喺綠色嘅架裏邊多咗本橙色或者黃色嘅書呢，咁就肯定嗰本書係翻錯屋企啦。所以我哋鼓勵同學圖書用後放書車，唔使自己擺翻落架嘅。一嚟你未必擺啱格，二嚟可能唔夠高，會造成一定嘅危險。好，考下大家，今日我哋上堂講咗邊3樣嘢？假若你諗到其中一樣呢，都算合格噶啦。係啦，今日我哋介紹咗一本書啦，叫《狗狗百科》啦，係咪喎？係《狗狗小百科》至啱。
介紹一本書，由佢嘅書名開始，跟住介紹佢嘅內容，並且呢，你可以講下自己嘅感想，中唔中意啊？中意邊啲嘢啊？咁嘅。第二個重點就係介紹咗應用科學類嘅圖書，係一啲實用性好強嘅圖書嚟㗎。第三呢，就係介紹咗圖書館裏邊嘅書架，大概係分為兩類，左手邊嘅就係小說類，右手邊嘅就係知識類啦。好，今次嘅時間到啦，拜拜。